A 系列紙張尺寸是 ISO 216標準的一部分，該標準在國際上廣泛使用。A 系列中的每個尺寸沿着最長邊裁切後，都是前一個尺寸的一半。A0 是最大的尺寸，後續每個尺寸都是將前一個尺寸減半而得到的，同時保持相同的寬高比1:1.414。A 系列尺寸如下 ：A0 841×1189毫米 ；A1 594×841毫米 ；A2 420×594毫米 ；A3 297×420毫米 ；A4 210×297毫米 ；A5 148×210毫米 ；A6 105×148毫米 ；A7 74×105毫米 ；A8 52×74毫米 ；A9 37×52毫米 ；A10 26×37毫米。B 系列的面積約為 A 系列的1.4倍，尺寸如下 ：B0 1000×1414毫米 ；B1 707×1000毫米 ；B2 500×707毫米 ；B3 353×500毫米 ；B4 250×353毫米 ；B5 176×250毫米 ；B6 125×176毫米 ；B7 88×125毫米 ；B8 62×88毫米 ；B9 44×62毫米 ；B10 31×44毫米。C 系列尺寸經過精心設計。A 系列紙張，例如 A4， 可以輕鬆裝入同號氏系列信封，例如 C4， 並且還能留出一些額外空間。C 系列紙張尺寸如下 ：C0 917×1297毫米 ；C1 648×917毫米 ；C2 458×648毫米 ；C3 324×458毫米 ；C4 229×324毫米 ；C5 162×229毫米 ；C6 114×162毫米。C7 81×114毫米 ；C8 57×81毫米 ；C9 40×57毫米 ；C10 28×40毫米。A、B、C 尺寸都係將前一個尺寸減半而得出，同時保持相同嘅寬高比1:1.414。